我没有乱搞，是他乱搞。不可能，你别骗我，我没那么傻，就是你的。不是，是他，他担心乱搞之后会怀孕，所以就买来测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我这还有一个呢。哈哈哈！我说呢，我刚进来的时候，你不发福了呀？你不用测了，100%是。你看你这肚子多大呀？是有点发福了啊。你怎么不开灯啊？开灯有什么用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生活在黑暗当中，无论我开多大把数的灯，都照亮不了我那黑暗的人生。你是文艺男青年啊，还在这扯人生啊，真有意思。我累了，我不跟你说，我上去睡了。可棒，我觉得咱俩应该谈一谈。谈吧，嘴长在你脸上，我能管得住吗？过来坐。我上班坐一天了，屁股疼，不坐。行，我都依着你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愿意工作你就去工作，你愿意做什么事情我都依着你。好啊。好个屁，好！宁可风，你变了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对咱俩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我听不明白你说话的重点。我说话的重点，我的重点就是我每天回来在家等你，我连个饭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到了周末，我想约你出去看场电影，你还要出去工作。杨大伟，我觉得你应该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态度。我态度怎么了？啊，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啊。那你想过我想要什么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我给的还不够吗？啊，上大学的时候我说过我要娶你，我不让你受伤，我在外面辛苦工作，不让你出去风吹日晒，难道我错了吗？你没错，但是我现在想要我自己的生活，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天天的在家洗衣服。